開心咧，我哋一齊嚟睇撒母耳記上第4章。撒母耳一直嘅喺聖殿去成長，到佢而家成人咗之後咧，神咧亦都通過佢咧去將神自己嘅默示、神嘅說話咧去傳過俾以色列人。仍然咧以利一個老祭司同佢兩個兒子喺以色列當中咧係做祭司帶領緊以色列嘅工作嘅。咁所以咧喺當其時咧遇到咧非利士人上嚟咧攻打咧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出去爭戰嘅時候咧，其中以利嘅兩個兒子又出去咧帶埋約櫃，因為佢哋係祭司啊嘛。出戰嘅時候咧就大敗喺呢個非利士人嘅面前，結果咧兩個兒子被殺，約櫃咧被敵人擄去。咁傳信息嘅翻到嚟咧，當以利咧呢個老祭司已經90幾歲嘅時候咧，聽到呢個惡訊，神嘅審判終於臨到啦。兩個兒子咧同一日嘅過身，約櫃被敵人擄去咧，佢就原本坐喺度嘅，佢就跌咗落嚟咧，咬斷咗條頸而死亡。當約櫃咧去到敵人嗰度嘅時候咧，神咧就攻擊咧非利士人，使佢哋咧生痔瘡，有多甚至乎因為害怕咧、驚恐咧而一過度咧死亡。佢哋就隨即咧將嗰個約櫃咧運翻去以色列人，但係以色列人咧唔認識咧神自己嘅律法，當時亦都冇好好嘅揾祭司利未人咧喺當中去抬呢個約櫃同埋看守呢個約櫃咧，以色列人就走埋去咧去擅自咧打開約櫃去睇，以致神咧亦都擊殺咗嗰啲嘅違背佢自己嘅律法嘅呢啲以色列人，導致到以色列人咧亦都好害怕咧去接近約櫃。咁所以咧喺輾轉咧就去咗以色列其中一個嘅地方20年嘅裏邊。當呢一個約櫃令到整個國家慢慢歸向耶和華嘅同時，亦都講到咧撒母耳都興起上嚟，佢呼喚咧整個嘅以色列民要咧除去所有嘅外邦嘅神，專一專靠嘅專心嘅侍奉耶和華。所以喺當中咧以色列人就聽咗佢講，除去咗呢個外邦神。咁以色列人咧叫撒母耳為佢哋不住嘅向耶和華去祈禱，所以咧當時咧撒母耳咧就起嚟求耶和華去咧幫助以色列人，然後就聽咗祈禱，使到咧天咧打雷，呢個雷咧大大嘅震動喺當時咧將敵人咧個軍隊咧震驚，以致咧佢哋就逃跑，讓以色列人大舉嘅得勝咧，敵人咧就將好多過去咧攞咗以色列人嘅城池咧嗰啲地咧全都歸翻俾咧以色列人所管有，就唔夠膽咧入侵咧以色列人嘅地界。撒母耳咧就喺當中由嗰陣時開始咧一路到去晚年嘅時候咧，神自己都俾佢哋有平安安泰日子，以色列人咧都專一嘅侍奉咧耶和華。兩個兒子咧去做士師帶領以色列人，可惜就係佢兩個兒子咧貪財受賄賂，以致以色列人嘅呈遞嘅案件佢哋判斷嘅時候咧卻屈枉嗰啲正直嘅人。以色列人咧同呢個嘅撒母耳去投訴嘅時候咧，要求咧撒母耳咧立一個嘅王。神咧就同撒母耳講，佢話咧其實佢哋唔係嫌棄你，係嫌棄咧我作王。自我喺呢個帶領佢哋出埃及嘅時候咧，好幾百年嘅時間咧，佢哋咧經常都係咁樣去背逆我。神咧安慰咧撒母耳，神咧對佢講話，你照佢哋以色列人所講嘅，為你立一個王啦。你只要咧警惕佢哋，當呢個王咧會有啲乜嘢嘅轄制會臨到佢哋，咁預先嘅俾佢哋有所準備。我哋睇見咧神嗰個嘅心腸其實真係好似一個慈祥嘅父親。咁當時啲以色列人聽咗之後，佢考慮過，佢就話俾撒母耳聽，佢話即使係咁樣都好啦，我哋都希望你咧依然為我哋立一個王，就好似外邦嘅國家一樣咧，為我哋去出戰。所以咧撒母耳咧可以咁講，佢嘅一生咧為神咧負呢個重任咧，終於咧去接納佢哋呢個立王嘅建議咧，佢就正正式式咧進入咧人生嘅推下火線嘅呢個階段啦。